身為家長，最關心嘅就係小朋友嘅健康成長，令到佢哋輕鬆快樂咁學習。2歲至10歲係小朋友腦部發育嘅黃金期，如果我哋能夠好好把握呢個關鍵時期，充分啟發佢哋大腦潛能，會得到事半功倍嘅學習效果嘅。樂智高係一套兒童智能啟發教材，係德國資深教育專家多年嚟嘅研究成果。佢攞過幾項嘅大獎，裏邊包括咗國際優質教材大獎、2000年遊戲大獎、教師之選大獎同埋傑出產品大獎。針對小朋友唔同成長階段嘅特點，佢分為3個系列。第一個嘅係幼兒系列，適合2歲至5歲；而第二個嘅係兒童系列，適合5歲至10歲。最後啦就係呢個進階系列，適合10歲至12歲嘅。幼兒系列包括咗16本嘅遊戲冊，內容係教小朋友嘅圖形配對、顏色、形狀、數數同埋思維觀察。玩法亦都好簡單，我哋用一個藍色嘅答題架，將成本嘅遊戲冊插入呢個架裡面。然後我哋睇下題目，呢一頁係訓練小朋友嘅前後配對。咁我哋叫小朋友咧喺度睇下呢一幅圖啦。咁我哋隨意揾一個圖案出嚟。今次我哋揾一個小丑嘅前邊噃，咁叫小朋友喺呢一行度試下揾唔揾到小丑嘅後面。好啦，揾到之後嘅，我哋望翻咯喎，小丑隔離呢度有一個黃色嘅圓點，我哋就用個黃珠推翻去小丑嘅後面咯噃。好啦，咁我哋跟住就再玩多題啊。咁呢一個係乜嘢嘅動物啊？望下，哦，原來咧係兔仔喎，呢個係兔仔嘅正面。今次我哋係用咗紅色嘅圓點，咁我哋亦都係咧用翻個紅珠推翻去兔仔嘅正面嗰度。好啦，每一次咧其實好簡單玩法，我哋望到個圓點，問你乜嘢問題，就將啲圓珠全部推翻晒去所有答案嗰度，咁樣玩法嘅。玩完之後，我哋點樣對答案呢？我哋就將成本嘅遊戲冊掹出嚟，跟住咧就將頭先玩完嗰頁咧反翻過嚟後面喎，亦都係啦，插翻落個架度。好啦，你睇下咯喎，如果小朋友玩完之後，你乜望得到嘅顏色一致嘅，即係話佢全部玩啱晒㗎啦。其實每一本學習內容都係逐漸加深。頭先我哋玩緊嗰個係比較簡單啲嘅遊戲，而喺後面我哋係開始有啲複雜啲嘅咯喎。嗱，例如你睇下呢一個圖，咁我哋咧用咗唔同形狀嘅積木去砌成一個圖案，我哋可以叫小朋友喺呢一行度又試下揾下。我而家手上嘅呢本係教小朋友數數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教小朋友數翻同等數量嘅數喎。嗱，你見到咧有2隻老鼠仔嘅，咁我哋叫小朋友喺呢一行度揾翻2粒糖俾翻老鼠仔啊。咁喺後邊嘅，我哋而家呢一個就係教小朋友排列數，見到3嘅後面個數字係乜嘢呢？亦都係啦，叫小朋友喺度揾翻個答案出嚟咯喎。例如呢一本係教小朋友嘅思維觀察。嗱，咁我哋睇下咯噃。咁嗱，呢度咧有個小朋友，佢行下街嗰陣時落雨喎，咁佢需要啲乜嘢啊？咁我哋就叫小朋友喺呢一行度揾翻佢需要嘅物件咯喎。好啦，跟住喺後面，你睇下呢一幅圖，呢一幅圖裏面有6件物件嘅，而下低呢度每一幅都少咁一樣嘅喎。咁我哋叫小朋友亦都試下睇下揾唔揾得到。其實每本每頁除咗有答案之外，我哋都仲有啲勞作俾小朋友做嘅喎。譬如呢一個就係教小朋友做手工啦、聯線啦、油顏色啦，同埋畫畫。初初俾小朋友玩嗰陣時，最緊要俾一啲簡單啲嘅去玩喎。玩咗佢哋有信心嗰陣時，興趣就自然增加啦。同埋同小朋友玩嗰陣時，記得要讚下佢哋，因為你哋嘅讚賞係佢哋好大嘅鼓勵。當小朋友玩咗幼兒系列有基本嘅概念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開始俾咗分科嘅兒童系列俾小朋友試下玩下咯喎。咁分咗科嘅兒童系列裏邊包括咗28本嘅遊戲冊，裏邊就係有中文啦、
英文啦、數學啦，同埋大腦潛能喎。咁其實裏邊亦都包含咗有9本英文嘅練習簿，同埋包括咗有2隻嘅兒歌 CD。而家我手上嘅就係中文科，而中文科裏邊嘅內容係教小朋友啲乜嘢呢？嗱，佢裏邊就包括咗有教小朋友嘅部首啦、雙眼詞、形容詞同埋量詞嘅噃，而裏邊仲有啲猜謎語遊戲俾小朋友玩添。而英文第1本個主題就係小朋友最感興趣嘅動物咯喎，第2本嘅就係講佢自己，而第3本就係講佢自己同埋屋企人啦。而每本書嘅內容都係圍繞住小朋友日常生活所學嘅事物，可以等佢哋喺生活中活學活用。其實咧，好多時啲家長都會好擔心，小朋友有好多生字都未識喎，咁點樣教呢？其實唔需要擔心嘅。咁每一頁嘅後面都全部有晒答案嘅噃。咁我哋可以首先講解咗俾小朋友聽先，等佢知道啦，我哋先至再反翻過嚟再同佢玩。而每一頁都有句子嘅，咁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加強佢哋生字嘅運用啦。學起英文嚟就更加容易㗎啦。數學好抽象，一大堆數字同埋符號，好難掌握。Logical 數學比較着重數學概念嘅講解，由淺至深。開始嘅時候係圖形數數，跟住嘅就係講解算式運算嘅原理，最後就係加減乘除綜合運算。小朋友熟悉咗數學概念嘅原理之後，做起數學嚟就更加靈活啦。最受家長歡迎嘅係大腦開發系列，佢可以充分訓練小朋友嘅左右腦。例如呢張就係叫小朋友利用3個嘅圖形組織一個新嘅圖案喎。咁你叫小朋友試下玩下，睇佢哋玩唔玩得到。而另外呢一個就係叫小朋友根據圖形嘅特點，將缺少嗰部分揾翻出嚟。咁樣小朋友玩嘅過程中就可以訓練到佢哋嘅記憶力、創造力、集中力，充分啟發佢哋大腦潛能。進階系列分為有數學、英文同埋大腦開發3個科目，一共係有16本。答題架亦都由10粒珠增至到去18粒珠，添加咗雙倍嘅學習內容，幫助小朋友掌握各科嘅知識重點，等佢哋喺學習裡面有更出色嘅表現。數學科嘅教學內容包括咗速算技巧、面積計算、分數同幾何，注重數學知識嘅綜合靈活運用，可以開闊小朋友嘅思維，等佢哋可以好輕鬆咁樣去征服數學。英文科嘅教學着重新字運用同埋句子文法結構講解，令小朋友可以隨口講出流利嘅英文，輕鬆寫出正確嘅文章。大腦潛能遊戲更加豐富，挑戰性更加強，有針對性咁樣訓練小朋友嘅空間透視能力同埋聯想推理能力，有利於活躍小朋友嘅思維，開闊佢哋嘅視野，學會更多解決問題嘅方法。曾經接受 Logical 系列智能啟發課程嘅小朋友，大多數喺思維反應同埋邏輯推理方面都比同齡嘅小朋友好好多，所以一直深受老師同埋家長嘅支持。我哋喺香港會展中心舉辦書展已經超過10年，而我哋每年都有理想嘅成績。喺2006年 ，Logical 更加得到全場兒童圖書銷售冠軍，大受歡迎。希望 Logical 能夠幫到你嘅小朋友揾到新嘅學習樂趣，不斷進步。